第74日，我用愛創造我嘅實相。情緒困擾係最痛苦嘅問題之一。有時候我哋會感到憤怒、悲傷、寂寞、愧疚、焦慮同埋害怕。當呢啲感覺爬上心頭並且主導我哋嘅時候，生活就會變成情緒嘅戰場。我哋冇必要了解，不論人哋對我哋做咗啲乜嘢，或者我哋接受咗乜嘢嘅灌輸，都唔重要。今日係新嘅一日，由我哋主掌全局。喺依家呢一刻，我哋可以為自己創造未來。我哋絕對辦得到，因為我哋嘅內在有一股更高嘅力量，可以協助我哋打破呢啲模式。前提係我哋必須允許模式發生。關於情緒健康嘅肯定語，我依家活在無限嘅愛、光明同埋喜悅之中。喺我嘅世界裏面，一切安好。我拿回自己嘅力量，用愛創造自己嘅實相。我嘅理解力不斷增強。我正走進積極正面嘅轉變中。我愛自己，認同自己。我信任生命，我係安全嘅。我接受自己嘅獨特性，安心咁樣向內探索。生命支持住我。